汀九橋 （Tingle Bridge） 位於香港新界青衣西北角，係世界首條三塔式斜拉索橋。大橋由德國舒拉茲波格曼結構工程師設計。大橋之兩個主跨分別長448公尺同埋475公尺，連引道全長為1875米。大橋屬於3號幹線，連接汀九同埋青衣。橋面為3線雙程分隔快速公路，車速限制每小時80公里。汀九橋屬青馬管制區範圍，管制區人員獲授權執行青馬管制區條例。汀九橋喺1995年3月動工，當時工程名為汀九大橋，經過38個月嘅施工，喺1998年5月6日啟用。佢同大欖隧道落成通車嘅日子，同新建嘅香港國際機場啟用日期相近。而該大橋嘅興建，除舒緩新界西嘅交通負荷之外，更方便通勤來往機場、九龍西、香港島同新界西其他地區。因而被稱為第11項機場核心工程，係汀九海灘係個航拍最佳地點，能夠將汀九橋同南巴勒海峽嘅壯麗景色同時納入鏡頭，展現橋梁同自然嘅和諧之美。呢度日夜唔同嘅美景，白天陽光下嘅橋梁氣勢恢宏，夜晚橋上嘅燈光點綴。通過航拍唔單止可以展示汀九橋嘅設計之美，亦都能夠一覽香港繁忙嘅交通網絡同城市景觀。請訂閱我嘅 YouTube 頻道，撳埋個鐘仔搶先睇。